台南市政府长期有咧推动乌面腊杯的保育，台南的7股逐档拢是乌面腊杯来到台湾撇动的好所在。今年的数量更是占全球的4成。前一阵因为 N13、N14 气温发现受伤，好咧加载去互台湾乌面腊杯保育学会职工黄志昌发现，并即时来解救助，互因会当伫无到1个月时间内，得当重新回来到大自然。很感谢我们黑面琵鹭保育协会的各位老师哈，那我们一起来野放，在11月13号14号救起了 N13、N14 2只黑面琵鹭。你看今天12大概1个月了哈，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它就已经恢复健康，已经经过评估达到适合野放的程度。那我们也让它早一天恢复这个自由，能够健健康康的在这野外中间少关它1天，让它体力恢复的话，可以开始这个在自然环境中，那是更好的。所以我们很期待黑面琵鹭这个族群这个群体能够更健康。市长会特嘛特别伫7号的日头早来到7股的顶山来进行野放，同时嘛特别感谢照护团队的照顾，互因会当伫无到1个月时间内底，会当来康复。市长嘛呼吁民众，最近因为气候转凉，如果有发现乌面腊杯活动力差，还是躯坐伫涂骹无法度飞起来的状况，请一定要赶紧打电话通报，减少救援的时间来提悬存活率，互大家做伙来为乌面腊杯的保育努力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